如果你嘅狗仔都好似影片裏邊嘅狗仔一樣會僵屍跳、亂衝亂撞，甚至會吠陌生人，咁你就要留意以下嘅影片啦。首先，我哋可以利用零食令到狗仔喺街上面嘅情緒慢慢穩定落嚟。當有途人行過嘅時候，我哋都可以俾狗仔食零食，令到狗仔會聯想到途人行過係好事發生。留意獎勵時機要準確，譬如途人行過咗之後，你再俾已經冇效果啦。一定要喺狗仔見到途人望住途人嘅時候俾佢，咁先至可以產生良好嘅連結。下一步就係處理搶食嘅部分，而上一步我哋應該就已經用零食去處理好狗仔嘅情緒，所以喺呢一部分狗仔嘅情緒已經比之前平穩。可能大家都試過，如果遇到狗仔向前衝，你哋會即刻停步呢個訓練。如果你發覺冇效，咁你就要留意影片。當狗仔停步嘅時候，我哋係要求主人再叫狗仔嘅名，或者係引狗仔嘅注意力向上，令到狗仔可以跟隨主人慢慢行。如果成功，你就會發覺，當你停低嘅時候，狗仔有機會係坐喺度。最後，我哋將之前嘅訓練綜合埋一齊。如果成功，你亦都會好似影片裏邊嘅狗仔一樣，可以慢慢跟隨主人嘅步伐去行。不停重複練習，你連食物都唔使再帶出街啦。